澳門氹仔星月3座大家睇得多，今日帶大家去睇下星月2座呢啲大單位，而且尺價超級平，即係去片。咁我好快速嚟到單位入面啦，呢個單位建築面積係2606尺嘅，實用率去到74%，係4房3廁雙陽台，仲有一個工人房同埋一個工人廁。望翻個樓底咧，個樓高去到3.4米嘅呢個用到電子尺去度。睇翻出面嘅景觀咧，望住橫琴嘅海景，下面咧就係星月嘅別墅啦。相當之靚嚇，而家個時間咧已經去到下午嘅6點幾鐘㗎啦，仍然係好舒服。我哋快速去睇個廚房先 ，L 型嘅廚房，然之後入面就係工人房同埋工人廁，仲有個工作平台喺入面嘅，我哋入唔入去啦？咁我哋再轉去房間，經過一個客廁，呢個一個客廁，咁然之後轉過嚟睇下呢個房間，咁業主咧本身咧就有2個房間嘅，將咗佢打通咗，日後咧你哋想話變翻2間房都係 OK 嘅嚇，2間細房，望住一樣係別墅景，望翻過嚟呢度，呢個一個套房，做咗一個好大嘅入牆櫃啦，然之後呢度一個套廁，然之後我哋再去望下個主人套房，哇好靚嚇，咁主人套房都有一個好靚嘅大陽台喎，咁我哋出去望一望。哇，真係舒服啊，超正！3邊落床，呢度做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哇，7門衣櫃，仲有呢度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哇，好多。入到嚟，套廁有企浴，有浴缸，雙洗手盆，有明窗。而家呢個單位咧就相當之筍啊，幾錢呢？而且樓齡就新淨，2018年樓，7年樓嚟嘅啫。而家總價都係1500萬，有興趣後台私信66。